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啊，今日介紹另外一間天宇海啦，實用面積724尺。咁呢個單位間隔咧就3房1套房，再加我哋可以叫工人房，亦都可以叫士多房嘅。咁我主人房咧就係廳中間。咁啊，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間下先。好啦，天宇海呢一側咧，如果向南咧，就真係會望翻嗰個山景同埋望到馬田嘅。咁啊，轉頭我哋睇下露台啦。咁呢個一入到門口咧嘅右手邊，佢有一個洗手間啦。咁啊，連咗浴缸，發展商交嘅標準啦。咁再行前少少咧，就呢一個咧都係算係工人姐房。我好多時都見啲業主咧係俾姐姐用嘅。咁啊，可能會開咗道門瞓啦。咁啊，俾下風扇佢啦。嗱，至於客飯廳方面，呈長方形，中間係廚房，中間嘅位置都係主人房。咁啊，廚房連咗工作平台，都係兩邊做頭噶啦。咁啊，露台嘅景觀，再望翻橫山市中心啦。好啦，兩間細房，另一間嘅房。好啦，去到主人房方面咧，其實呢一隻主人房我都真係幾中意嘅，因為真係夠大。我哋由呢個位置洗手間望出去，有6個階磚，你當2尺1個階磚。我而家係企喺主人房套廁門口，亦都呢邊有個衣櫃位。如果大家對家興趣，佢 call 聲電話係909270329092703，等你電話。